屬靈分享一切屬地的智慧都在主之下。早前我太太寫了給我為她投稿轉發的文章，一切屬地的智慧都在主之下。作者馬卓翠瑩，現在此轉載與大家分享。住所附近的店裏櫥窗一個陳設的瑜伽球，許多年前常於我身旁經過，素來不愛運動的我從來對它視若無睹。直至10年前的一宗瑜伽球殺人案的出現，事發是涉及一位大學教授移情別戀，後因貪心作祟，對結婚多年並擁有共同資產的太太衍生殺機，利用自己學問知識設置一個看似天衣無縫的殺妻佈局，在一切機關算盡的計劃之中，卻忘記什麼是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。案發當午，教授知道妻子將會獨自駕駛其車輛前往既定行程，於是預先把一個注有一氧化碳而沒氣塞的瑜伽球置在車尾內。剛巧教授的次女學校突然放假，繼而登上這輛已設有空氣的座駕，跟媽媽共赴爸爸精心策劃的亡命旅途。所謂拉女拉心肝，聰明的教授殺妻成功了，卻始料不及地同時付上手印親生骨肉的代價。事後每當我在途經該店，再見到同一個瑜伽球，心中總會泛起漣漪而難過。透過這宗駭人聽聞的案件，聖靈提醒我，人無論作什麼，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、交代與承擔。儘管那懷抱着 whatever you do, it is not wrong if you don't get caught， 只要不被找，都是沒有錯的信念堅定不移的教授，如今仍在監裏，不分晝夜絞盡腦汁地搜集智囊，圖繼續以重複上訴來躲避刑責。可我依然深信哥林多後書5章10節的教訓，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，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受報。我們或可騙過別人，騙過自己，騙過良心，始終無法瞞住上帝，躲開他的審判。這種審判可以是立時、延遲，也可以是來生的。無論如何，總要面對。或者，誰都希望所作的美事能得獲表揚、嘉許、名聲或金錢。與此同時，亦妄想所為的劣行可得以美化、隱藏甚至滅跡。但是馬太福音10章26節卻說，因為掩蓋的事，沒有不露出來的；隱藏的事，沒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在宇宙日光之下，人又怎可逃避那位將萬事萬物、人心肺腑皆參透的神的視線呢？我不否認貪戀美名稱頌，相比這些虛幻的剎那光輝，我更羨慕在父神暗中察看所給的報答且傳到永生的賞賜。雖然憑着知識機智，有時會讓人有毫無破綻地胡作非為的才華。假如今世真的可以逍遙法外，難道人真的就只有一世嗎？人生如白駒過隙，豈知時候未到的報應不須百倍償還。念高中時，老師曾贈我一頁書籤，其裏寫道：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主，主必指引你的路。當時我以為寄語是出於老師的，信主後我才知道這句話是源自聖經箴言3章6節，而前節則言：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。一切屬地的智慧都在主之下，與其單憑天賦
徒勞，孤軍作戰賺得今生忐忑不安的驕傲。何不靠主源源不絕的靈光啟示，腳踏實地爭取來世勝利的升旗。